今仔日是3月7日国际妇女节，民进党的立委范云有甲妇女团体的代表来召开记者会，点名牵涉到性骚扰的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甲鲍坤琪，若无互人处分，颠倒心肝。所以因嘛提案要修正立法委员的行为法，若是立委牵涉到性骚扰，也是性别歧视等等，就要送到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MeToo 运动促成的性别三法修正，3月7日妇女节正式上路。不过，民进党立委范云甲妇女团体代表召开记者会，讲立委讲性骚扰的情形，立法院煞无在条款，是性骚扰防治上大的漏洞。法院认证的性骚立委陈雪生没有被立法院惩罚，还被高升成为招委，被知名的女性媒体人公开 MeToo 的傅昆萁，然后还可以高升我们国会的第1大党团的总召。傅园慧其实就认为，其实立法院是所有空间场所都应该有禁止性骚扰防治的标志跟申诉管道。针对立法院长韩国瑜送妇女节玫瑰花，范云批评讲，要送花不如支持修法，提案修正立法委员行为法。立委袂当有性骚扰或者是性别歧视的言辞或者是行为，那违者就送交纪律委员会，邀请外部专家调查。处分的方式包括口头或者是书面会室的，停止出席宴会，停权一定的时间等等的处分。针对这点，南洋立委表示会支持一切进步的修法。不过，这个妇女节变作是政党的提款机，是消费妇女。妇女节还要变成是政党的提款机来去混淆今天妇女的焦点，我觉得这是消费妇女。国民党团绝对支持妇女，支持性别平等，支持一切进步的修法。300妇女节，总统蔡英文嘛透过人面册强调讲，性别平等是台湾社会重要的价值。台湾在过去8年，包括亚洲头一个婚姻平权的国家，国会女性的立委比例是亚洲第1等等，创下3项亚洲第1。副总统赖清德表示，性别平等不是任何游戏，追求性别平权的努力，大家袂当结外挂。记者综合报道。